Hello，大家好啊！咁唔少朋友都已經有樂悠卡同埋好中意北上消費噶。不過如果係60至64歲用樂悠卡嘅朋友啦，佢哋搭東鐵線直接喺羅湖或者落馬洲過關呢，就冇呢個半價優惠噶。咁好似佢哋由紅磡搭去羅湖啦，都係要俾正價41個6嘅地鐵收費噶。咁坊間都有唔少朋友有啲好方法可以幫大家慳到個車費噶。呢度啦就分享兩個。第一個方法就最簡單噶，就係喺上水站嗰度出一出閘，再拍八達通入翻嚟。呢個啦其實好多大眾都已經識呢個方法噶啦。不過最近網上流傳有一個超級教學，4蚊雞啦就要去到深圳過關噶咯。首先大家就搭地鐵啦，搭呢個屯馬線去到元朗站，之後就喺元朗站嘅 G 出口再轉乘呢個 B1 嘅巴士啦，去到福田口岸，咁樣就4蚊雞過關翻深圳噶啦。同埋大家喺深圳搭地鐵，只要係60歲以上啦，能夠出示到有效嘅身份證明文件好似回鄉卡啦、深圳嘅長者乘車證啦，就可以唔使錢搭呢個深圳地鐵噶啦。